Hello，大家好，朱春勞。澳門博監局剛剛公布咗10月份博彩無收入有240.86億元，創咗6年以嚟單月新高喎，按月就升咗31.6%，按年亦升咗15.9%，僅次於2019年10月疫情嘅時候嘅264.4億元。至於1到10月賭收累計有2054.27億。按年亦升咗8%。喺貴賓廳大幅收縮嘅情況之下，10月嘅賭收都做到近241億，咪算係收貨㗎啦。之後都冇諗話咧要超越或者咧同疫情前個賭收水平睇齊因為今時真係不同往日。雖然10月初嘅時候有颱風麥德姆吹襲澳門啦，但10月黃金週期間旅客嘅人次仍然表現強勁嘅。信貸與市場研究機構 CreditSights 就指出啦，第3季度以嚟啦，其實澳門旅遊業延續恢復勢頭，5星酒店入住率上升，會展活動同娛樂表演頻繁，加上非博彩元素亦成為吸引力來源，係有助平衡傳統博彩業嘅波動風險嘅。而隨住人民幣對美元回升，內地中產階級出行意願增強，加上各大博企積極舉辦國際賽事同演唱會，提升客流，澳門嘅整體經濟同博彩收入預料喺年底前將會維持穩定增長嘅。佢哋話咧，其實第4季只係需要維持平均每個月有156億賭收咧，就有望實現政府設定啦2025年全年賭收2280億嘅目標㗎啦。而家今年截至目前為止，其實月均賭收已經超過201億㗎啦，遠高於達標所需水平，甚至唔排除啦可以達到原先更高嘅目標2400億嘅水平啦。今年6月嘅時候，特區政府曾經將全年賭收預測自2400億下調5%，至2280億嘅水平。相信主要係考慮外部環境同季節性波動因素啦。綜合而言CreditSights 認為澳門博彩業今年嘅表現仍然具上升空間。假若內地經濟回暖同人民幣穩定升值，明年2026年澳門或者有望重返疫情前90%賭收嘅水平喎，重現亞洲博彩重鎮嘅榮景。望梗係咁望啦，我哋嘅賭收好啲嘅話，政府嘅稅收有保證，咁我哋啲福利亦有保證啊嘛。好，呢集睇到先，想支持我哋訂閱，我哋下集見。